我係1號民建聯周浩鼎，我係新界西北2號莊豪鋒，我係3號候選人梁明堅，我係4號候選人金文峰，我係5號工聯會嘅陸頌雄。我哋攜手解決咗好多唔同嘅社區問題，加高咗阻街嘅罰則，大欖隧道轉車站繼續幫大家爭取有升降機，屯門爆水管當晚就去提供協助。我一定會幫大家守護家庭價值，幫屯門元朗創造園區就業。田北辰嘅接班人要求政府立即興建洪水橋去到小欖經欣澳出到去市區嘅第5條跨海鐵路，保護弱小，悉心栽培下一代係我從政嘅初心。我英國修讀電子及電機工程系學士，城鄉規劃嘅碩士，亦都喺清華大學修讀工商管理嘅碩士。我喺香港做咗20年嘅地區工作，用我專業嘅知識去規劃城鄉嘅建設，共建城鄉，誓不飛揚。做咗地區工作10幾年，咁同時亦都喺復旦大學修讀緊政治學理論嘅博士，協助我哋嘅政府融入國家嘅大局。因為屯門繞道嘅滯後，令到我哋喺黃珠路有一個樽頸位，我哋亦都要全力支援北都嘅建設，保就業、拼經濟、為民生，貫徹落實本地僱員就業優先，要求政府檢討並收緊外勞政策，嚴厲打擊黑工。周浩鼎必勝，接班人，梁明堅出力，西北要成功，要求金文峰。首先，我哋要守護咗我哋香港嘅家庭價值，守護咗一男一女婚姻制度。我哋民建聯嘅團隊成功讓到一間私人機構將美孚嘅車廠轉變成為一個托兒中心，服務嗰啲員工。呢幾年我就係推動社區保姆時薪向上調，就係要照顧基層家庭。實政圓桌喺2018年開始就一直喺立法會推動全港幼稚園同埋公營小學推行課後託管服務，最後政府係照單全收嘅。可惜依然就未包到嘅幼稚園，一定會幫大家繼續爭取。假如33歲生小朋友，好大機會已經喺社會工作咗超過10年，有冇空間俾佢一次性提取部分強積金，幫佢哋買樓俾首期？點解唔生啊？冇錢、冇地、冇時間。2次分配即係稅率嗰度，可唔可以做一啲優惠呢？公屋輪候嗰度，如果生得多少少，另外俾一條隊佢哋去試下，令到佢哋有機會快啲排到公屋。咁喺社區保姆嗰度，我哋可唔可以增加多啲支援呢？我哋希望政府係恢復一個嘅育兒津貼，希望能夠有放寬嘅書簿津貼，能夠設立一個社區嘅育兒中心。我哋希望透過青年未來置業儲蓄計劃，加快多公屋同埋資助出售房屋嘅供應，鼓勵生育嘅重要程度不下於北部都會區。我認為個重點就係要讓到點樣喺離開呢啲劏房嘅人士幫佢哋上樓。如果入住新界區嘅簡約公屋嘅朋友，係咪應該有啲誘因俾佢？例如話某啲嘅政府嘅工種，如果嗰個同事住喺新界區嘅簡約公屋，可唔可以俾翻一啲優先佢？簡樸房受規管之後可以預計佢嗰個供應會有大量嘅減少。供應減少嘅情況下，將來簡樸房嘅租金一定會上升。當政府攞呢條草案上去立法會嘅時候我哋覺得呢條草案係有一個好重大嘅缺陷嘅。業主完咗4年嘅約之後可以不停咁樣加你呢一個嘅起始租金。八鄉江夏圍村作為最大型嘅過渡性房屋，配備完善，令人好羨慕。而羨慕嘅人竟然係新界西北嘅公屋居民，佢哋屋邨商鋪不斷執笠，超市又做唔住，買餸又要搭車，搭到懷疑新呢，要協調各類超市進駐，唯有餐廳食肆保障居民嘅基本生活。短期一定係租務保障。當簡樸房出嚟之後，究竟點樣去確保佢哋嘅租金唔會太貴？中期政府嘅執行力度一定要係強，否則呢個政策就有等於無。長期就係點樣安置翻可能而家原本住喺劏房，但係而家要可能俾人踢出嚟嘅人，點樣去安置佢哋？我哋希望政府有更精準嘅數據、精準嘅扶貧，我哋點樣針對性去幫扶佢哋，亦都係協助啲業主盡快去完成嗰個改裝，做翻啲相關嘅標準去過渡，加大嗰個公屋嘅供應。大家記住喺12月7號踴躍投票。